收看《向前同乐飞》，大家来上飞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吳永斌。哦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一路热情的哈，来到一个哎呀好漂亮的苗栗哦，东江哎，苗栗有嘛个景点？南庄啦，还有嘛哎？哦，我之前嘛有去采风过。哎呦，哇，好多的那个梨农哦，哇，那个比你开放让人家去吃，要钱了，要钱了。对对对，那是我啦。你去就不是钱呢。哎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今天我们在座的评审，有比我跟我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还是一个美女，也是个客家妹。哦。她很难邀请。对，我写了3天3夜的信给她才来的。哎呦，讲到那个评审欣赏了哈，接来介绍那个评审欣赏哦。蔡启国欣赏，陈明珠欣赏，王志贤欣赏。哎呦，看过去哈，真的会让我目不转睛，很漂亮嘞。冇啦，只是因为俺妹没有理你。啊，苗栗。刚海军姐讲苗栗有嘛铁山的世界，除了南中有讲什么？苗栗的太府没有懂得讲什么？哦，所以你去太府还是没，俺系苗栗师。苗栗。好啦，结啦，今日上台有动精彩表演啦哈，去沉水就拢提准備好。哦，用可能，啊唔係拍一啲嘢。哦，係我啲，哦，稍安勿動。等下這樣上來哦。係等下這樣上來，夾來看。第一組嘅表演。沉水炸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重赏分扬。很美啊，暗江啊，什么，自动就排列好了，是不是？请找黄团长。团总，团总来的，天师给头前给观众朋友们跳一下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董粉希就得参加200堂，祝大会圆满成功。爱到是逍遥福音，谢梦一安主席，谢谢。我听到后面笑得比较大声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在讲的时候，他们讲客家话吗？他们已经听得笑过了，都稍微听得懂。哦，唐二婶啊，啊，唐公，你们的逍遥夫人不是只会刚刚这个舞，当然，还有包含哪一些？我们跳的很多种，有土风舞，然后有日本舞。然后也有印度舞、肚皮舞，对，我们都有涉猎，对，好累哦，对，然后每一次编舞就会把很多的元素适合的会加进来。那既然这么有气质的这一段舞蹈，你认为要邀请我们一样有艺术气息的陈明珠老师？刚才有老子轩透露一下，我发现老师他们很专业的地方，就是给他的卡塞那些都没有发抖。有时候有一些表演的时候上舞台有场时还会不会紧张？不过呢，给他刚刚3位请上的表情啊，全部都很到位，而且呢手也都很稳定，动作都很一致，很标准。谢谢。你总会练习吧？对，谢谢老师。我不会跳，不会跳舞。你看嘛，你长得这么有气质，就跟我们的舞蹈融入在一起了。不要再撩妹了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好不容易发到他了，你不要把我吓跑他。唔会啦，分那个粉书，很没汹涌哦，一样有艺术气息呢。来，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麦克风团来哈，好啊，好啊。真给他迄个。哎呦，重赏鼓励他啦。 1、2、3，开始。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14分，满分啦！谢谢，谢谢。还有，刚刚的祝哈雷宽太子的表演。 中啊，为上爱来等过来，那哎呦呦的哟，路家错菜市中流，江台。 有个金凤菜，金菜呀插菜呀，路家头上是情歌啊，情郎歌，问过哪里来？那哎呦呦的哟。 从边低头望，望见天上夜的好风光，夜光啊走彩呀，落梅身上是情歌啊，情郎歌，昨日和往来，那有。
半夜深夜团圆，奴家思君来到后花园，看见那夜女呀把花灯开，是情故啊情郎故，那一张团圆，那悠悠的哟。安子生什么太家？重赏助力。啊，朋友那个设计，哎，伊会冲呢。跟那个术师吼摆落以后，唔对哦，一开始吼对那个客家歌啊吼冇乜适应，你冇？真嘅呢？真的因为我唔喜欢客家歌，啊，不适应呐。因为太家人好多人就讲客家歌糖豆矮矮有有暗难糖，后来老师教了，老师教诶。老师教，老师很爱去用个小场比。哦，比赛啦落表演比赛。哦，慢慢有兴趣，等下拿到奖比噶哈，哦，懂欢喜，有兴趣了。哦对啊，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肖老师。从头以后啦，吼，来谈一下子轩讲评。啊，台这表现动好吼，推风动稳啊，台风很稳啊，然后我很喜欢那动好唐英琼跟小条哈，那种很婉约、很温柔的感觉，手的动作啦，然后或者是那个站在台前的那种气定神闲哦。那动好唐一琼小条表现得很好，表现动好。啊？什么？不能随便恋爱啊，但是奇怪，今天在座的男生都喜欢撩吼。很喜欢聊没？我们聊不一样，不能乱聊，不能乱聊啊。那你把谢老师放在哪里？对，交给谢老师来聊。来看老师，今毕业有得到好的成绩吗？老师，请给分。14分。哎呀，安子生，谢谢评审老师，安子生。今毕业无奖比可以拿，养有奖金唔低，唔会起价无吼。高兴，因为上那么大的舞台。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加油加油，好。好，激激嚟。其他人海准下過來哈。好，我哋繼續嚟看海族表演。
精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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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彩！砌砖队，竹南的小朋友来分享那个来唱高中来讲啦，哎，高中堂讲什么来啊？校长有请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我也不是客家人啊。哦，冇要紧啦，啱哥。懂歹勢，懂歹勢。哦，唔會講快勢就好。唔會啦，看到那個小朋友哈，表演得非常精彩。是。哦，真的。那個七轉呢，一塊是學歷在開創的時候就有這個項目了嗎？沒有，因為竹南國小是那個民俗體育的一個中心學校。是。大概在3年半之前，前校長廖金文校長，然後覺得這一個區塊可以發展，而且可以訓練小朋友的一個專注力。是，這個很重要。發現到這個真的不容易，而且我們今年也在我們龍君老師的帶領下已經拿到全國的特優啊。這個全國獎，謝謝，謝謝。那本身校長也會嗎？不會。最基本的可以嗎？不一定要像他們這樣子。好，我來試看看好了。哎呀，校長的厲害啦！哇，有接到，有接到，有接到。哦，这个差不多了。这个就深藏不露，表演2下就好。最近发现他的专注力真的很不够。他的专注力以前都会在我身上哦，今天的专注力都不在我身上。他太会撩妹了，都在嘎妹的身上。校长，你刚刚有在现场，你打得太帅了，要来试。基本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认真看到，认真看到，厉害了！吴永斌的切转，他的处女秀就献给我们的永庆团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其實哈，你真的你是有準備的。我同講，哦，讓我做馬出來的。還是你是竹南的副校長？4年的時間，嘿，我爸爸就會做奶水，我都嘛我傳咗呢。但是佢一條一三十嘅花吼，最主要佢要問下利用一個地心引力，再過來一個樹嘅通作。老木族一當啲啊，係，相當清楚。啊，佢哋家嘅啲時間，麥克風同人拿下。好啊，好啊。真勁下迄個。哦呦，重賞鼓勵他啦。你看，1、2、3，合適。請欣賞老外強勇呢。退桑啊，3分鐘，你退下開3年工嘛。真嘅。對啊，一個唔好查，結咗呢嗌波呀，你係用結咗呢嗌唔曉得。1、3、4號，松本貴州經驗，做呢收藏品。沒啊，做你要真是拿真轉的嚟練。唔是啊，你那你要輸得多啲先啊。別當你搭到一跳強的位啊。哦，你先回座，你先回座。好，帶鬼。黃校長，哦，真的不簡單哦。你看老師來試完之後，去幹嘛講？很不簡單。嗯。冇唔錯哦，接下來看砌磚隊哦，砌磚隊，竹南國小多少分數呢？請給17.45分，謝謝，滿分啦，滿分，恭喜你們啦！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已經很棒了。頒獎嘍！校長，沒關係。來班長來，啊，班長，係。好啦，天師記前面觀眾朋友，係想愛參加，係想愛來電影才藝吧，夾來報名嘅呢，詳情同樂飛。冇唔錯，今日感謝你嘅3位評審欣賞，還有今日嘅產水站表演站。工作團隊們辛苦你們啦，詳情同樂飛，開講愛手機，謝謝。